后来过来这件事，罢免掉国民党立委赖树宝甲廖先祥的团体来宣布讲，因已经达到第2阶段罢免的门槛，刷落去要继续来冲关掉人数的数量。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讲，这无啥物了不起，讲即摆国民党内拢是针对第3阶段的人数来做准备。正台派、正南京，反共大会谈。华环因为口号，延续开头组织的气势。罢免团体为着第2阶段人数拍拼，包括着罢免国民党的立委廖先祥的团体，宣布已经突破第2阶段的标准。刚一个时间，罢免赖树宝团体也达到标准，刷到该要拼安全的标准32000分。即使在艰困的选区，这也是我们一定会达成的任务。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，我们前面很多对2阶而已啊。好，我觉得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立委啊，都已经往3阶准备了。听讲罢免国民党的民团评估，将会达到标准的选区，拢总有18区。按照第5月7联合送件，要有关联合投票可能。也毋过国民党也出招，提案立法院延回到7月31日，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，在会期间无经过立法院的许可，未当逮捕或者是拘禁立委。民进党的美讲是想要利用宴会来做保护这靠效。国民党之心，路人皆知，就是想利用立法院保护伞。可能是因为包围北检违法集会，我要呼吁国民党不要躲在保护伞内，诚实面对司法才是正途。如果你只是在5月底，大家就要匆匆的结束这个会期，然后大家回去选区防守，这我一样嘛，这个就是对，反而这样才是没有照常工作嘛，没有对选区的选民负责。所以我觉得适时的延长会议时间，只是要让大家做好立法委员的工作，倒不是什么司法保护伞，我觉得这也是过度联想。罢免来到最后的抗战，国民党也跨输板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